蛋白质比较高的话，它就是要粘稠的。根据农委会的数据，钙质含量大概是进口黄豆的1.4倍。磨豆时豆渣整坨卡住，原来是营养成分的一种证明。张志忠做豆浆豆腐选用的黄豆原料台南4号，个头比进口黄豆小得多。除了蛋白质高，契作农民保证无农药、非基因改造。第一个是说它新鲜，我们收成之后，它经过后续的熟成，我们就能够吃到它最新鲜的味道。豆子本身是关键，张志忠则在制作过程中守住天然健康的每个环节。我就是以手捞来代替那个消泡剂，啊，因为如果放消泡剂进去，你只是让这些杂质恢复到豆浆里面，最后喝下。以免捞起夹带杂质的泡沫，张志忠在豆浆沸腾后，并不急着熄火。喊爱懂就冇，还要很久吗？过卡一哈再等一下子，再一下子，要把豆香味熬出来，大概3分钟左右。入口滑顺、天然甘甜的新鲜豆香味，常常吸引客人远道而来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你的豆浆好了。完全不用加任何东西，不用加糖，就它原味喝起来就甜甜的。至于豆腐，尝起来 Q 弹略有韧性。张志忠按照古法，用天然盐卤取代石膏。这种豆腐是最传统的做法，那它刚好符合客家人很传统，保存一些传统文化的精神。这种豆腐吃起来非常质朴，跟我们客家文化也是相辉映的。我希望能用这种最简单、最天然的东西，去唤醒目前社会上大家对食品健康的重视。100%使用台湾黄豆，也是对本地农民的鼓励。墙上的日程记录提醒着张志忠，对食材来源、对土地，他给自己的使命感。喊爱懂就冇，各加一下；喊爱懂就冇，各加一下。谢谢钟宇老师。